先别吃了。干啥不让吃啊？妈，看看咱俩手一样没？有啥不一样的呀？你比我粗点，我看看，你这干巴点，妈你涂点护手霜。再好看看。差个手链，差个金手链。还得是我儿媳妇啊，一点都透。你别妈，我明白了，安排，现在都安排现在都安排。哦，哎呀，怎么样，妈？金灿灿的黄金大手镯，比我这还粗啊，好看吗？好看个屁！干啥呢，妈？别做饭去。有人。丫头，出来吃饭了。妈，啥菜系这么快就好了？奶，吃饭了。啥菜系？西红柿炒蛋，清蒸螃蟹，哎呦我的妈甲鱼汤，小龙虾，吃吧。奶，这咋吃啊？咋吃？拿嘴吃。